今仔日，我嘛是伫想迄个夜夫，查甫的迄个夜夫啊。我想讲，伊是毋是赖甲我封锁起来？因为我有等物件用赖等互伊，毋过伊拢无看。啊，进前嘛有一个前同事、旧同事，伊嘛是会想讲，奇怪，我等下信息拢无看吼，尾仔较知影讲伊甲我封锁起来。我想讲，可能是昨要下班的时阵啊，去甲伊斗嘛。因为因主管就催来啊，催来我就讲着伊，当然我就紧甲伊斗，讲伊这哪会安尼对待我安怎？那因为我就是会讲的人，会斗的人啊，可能伊有听着，还是安怎啊？反正伊就是甲我封锁起来，甲我封锁啊。其实这嘛是一个，就是拄着代志，就会使修行，就看我，就磨练我的心，看我的心要安怎去想代志，这是做好的一个功课，一个机会，因为讲有时阵就是嘛袂当讲啥物人对，啥物人毋对，因为我嘛看阮迄台语团体内底，嘛是有人就是讲奇怪，伊嘛是讲这个人足无道理，伊就甲我排斥，甲我排斥，搁一个甲伊封锁起来。进前若我无去学赛事，我就想讲这个人毋对，我会讲这个人毋对，这个人啥物人对，啥物人毋对，咱爱安怎做就是讲我就会现伫内底故事内底，即剧情内底，就亲像讲阮看8点档共款，有一个较歹的人较歹的像大家还是安怎，阮就会想讲这大家是歹人这主角安怎安怎，咱就会讲看这剧情，就想讲是即个大家的问题。毋过即摆我就是会较远去看，嘛会想办法互家己毋免去想因为若平常时就是会讲无就无爱去想，但是伊搁得囥伫心肝底其实就亲像针共款会甲你插插到流血只是咱就讲莫去注意讲咱有一个空喙有一支针在甲你插只是讲暂时袂记毋过我即摆就知影讲赛事以后，我就想讲这你就甲伊变嘛，会当甲这物件共款的故事，共款的剧情。毋过我会使互伊变成讲毋是一支针会使甲伊变做别项物件我就是我人生的导演，阁有编剧其实咱嘛真正若会使像我隔壁的同事，伊就甲人袂有冲突伊即个人的个性袂去甲人争嘛真巧知影讲别人买啥物物件嘛袂讲特别有一寡甲人就是讲有较出头较插肉的一寡想法伊拢袂就是嘛袂甲人特别好嘛袂讲特别讲甲人有一寡冲突这就是阮坐我隔壁迄个同事毋过呢，一般人啊就亲像阮迄台语伴有一个伊就定定替人
伊嘛毋是定定，伊就是会拄着讲替人欺负啊，替人封锁，其实拢是真客气的人哦。其实连安尼的人嘛，有人看伊无顺眼呢，而且看伊无顺眼的人啊，其实对我阁袂歹。这就是讲，咱着爱较远的去看大家。这人间的事件，毋是讲就第一内底就开始演起来，就讲即个主角安怎，即个歹人安怎，其实毋是，咱着远远看，我着想讲，这代志爱去处理嘛，其实就是爱处理家己，其实爱处理的是家己的想法。我就想讲，其实我若讲，就讲我这遐无闲的人，我真侪代志爱无闲啊。像我若学台语啊，学台语的时阵啊，就真好，就是学台语就真无闲，而且学着就我家己的，所以讲我就有一个重心，就是我有一个主要的物件爱无闲。其他有人对我好，对我无好，对我印象好还是歹，有甲我误会无？对我来讲，就较无遐重要。就我会使去安尼甲家己调整。我嘛会使想讲，其实就是讲，其实嘛真痛苦。毋过以早呢，我就会想讲，这个人我看伊的反应啊，看伊有。对我较好无？逐工伫遐看，逐工伫遐想。但是这代志就颠倒袂当解决，因为我就会感觉真悲哀，就是会甲家己当做一个受害者。我即摆就是莫用即种我是受害者，我做委屈，明明无做啥物代志啊，伊安尼即种态度，我当然嘛会无爽快，嘛会讲啊，就。显入去对甲不对，对错的观念内底，就是讲我知影安尼讲嘛无错啊。定定咱开讲的时阵啊，若讲要去怨叹啥物人啊，就会开始讲我安尼讲有倒有毋对，我安尼讲对啊，是伊毋对，咱就是显伫咧内底。其实即种物件本来就无对甲错。是角度的问题。若是讲今仔我若会晓做易容我就装别人装一个伊做信任的人，伊厝内的人对伊去厝内，伊转去厝，我就假做迄个伊厝内的人，问伊即件代志，伊可能嘛会讲即个同事啊，就是我本人我安怎，就是足侪我看袂到的角度，我看袂到的所在较会知影。毋过呢，咱嘛其实毋免讲去知影这款代志，因为这就是显入去内底，讲即个故事到底是啥物人有理，啥物人无理啊？安怎，其实是真无聊的一项代志。就亲像讲。我这旧同事，处女座迄个同事啊，伊离开公司啊嘛，离开进前，伊拄就是讲真有意见。是要离开公司的迄一礼拜，伊是对我就较好啊。我嘛毋免去探究讲是安怎，是有啥物误会啦，安怎。其实嘛毋免啦，因为这就是。因为迄个经验互我知影讲，我定定安尼想定定讲，着爱挑工对伊真好其实伊嘛会感觉讲莫名其妙我嘛毋免去找人问啊，就是讲莫讲搁浸伫内底，其实毋免。我颠倒爱出来，出来看这项代志，虽然讲。我是这故事的主角之一，但是
我有诚济我哦，我毋是讲这剧情内底即个人尔，我毋是这本人，我实在是有诚济，我家己我转来厝是搁一个人，我若伫网络顶头面册，我搁是另外一个人，我耍 Clubhouse 搁是一个人，我就是无共款的人啊。虽然拢是我，但是我毋免讲，甲迄个甲查某夜妇有冲突，迄个我当做是所谓我，所谓我，其实毋免安尼。所以讲，其实代志当然是有一天会解决，解决就是咱拢成长啊，咱拢看开啊。迄一天就真正代志就解决。所以讲，我嘛有趁这机会去甲台语班有一个老师我嘛有甲伊分享，甲伊讲这寡故事，就讲无人是受害者，莫想讲家己是受害，其实毋是。因为若是用家己去受害即种角度，就是讲，我嘛无做毋着啥，搁讲，搁即叫调查，搁调查即个剧情，像法官共款，爱审判嘛，讲，两个人替人告的，搁有告人的，后开始伫法官面头前爱讲。两个拢咧学啊，讲安怎啊法官讲好，我想讲是啥物人较有道理啊，安怎所以其实毋免安尼，因为咱的生活人生当中，其实是真有机会拄着讲，甲咱袂害的人，有时阵是拄好，真自私，就是讲我即种。讲话，我即种行为，还是讲，我讲话方式，伤啰嗦，伊就袂当诶。有诶人啰嗦，伊会使接受。拄好就是，我讲啥，伊就会开始，有一寡激动。这就是讲，有时阵会拄着即款代志，拄着安尼诶人。毋过我毋免想讲。我哪会遐衰啦？我哪会安尼？拢毋免。我就想讲，对，这个人伊即马就是对我安尼的态度。不要紧啊。因为其实是伊应该较是受害者啦。因为因若是夜妇的部门嘛，因就较注重讲，这个人会当甲人沟通无？会使甲安踏这工程师无？虽然讲伊每一个人伊拢安踏甲诚好，伊开足侪溃烂，要证明伊家己。所以讲每一个人伊拢安踏诚好，毋过伊就是甲我都有做严重的冲突嘛。变讲伊嘛无法度讲甲我参详一寡公司的代志啊，伊可能就是有情绪，会足激动的。伊搁爱去透过别人。咱工课上就是会拄着一寡问题啊。毋过因为阮部门啊，本来就是等别人来找你嘛所以讲，这代志发生了，受害者其实颠倒是伊啊。因主管嘛会看讲，虽然讲伊每一个人拢100分，面对我就0分，安尼算的分数可能嘛无诚悬啊。对我来讲，其实我本来就是安尼普通，我每一个拢30分我其实较无差啦，因为我就是嘛无追求讲伫部门内底出头啊，我无即种
讲追求做较诚好，做较100分的即种心态。所以讲，颠倒讲受害者是伊，遮安尼想吼，其实诚侪心情拢会当较开阔。就莫一直想讲，一定是家己受害。其实有时阵虽然是伊主动的伊主动阁是，就是对我看无顺眼啊，对我较无礼貌，对我较有差别的一寡态度，伊对别人可能就是诚好，普普塔塔，甲人对别人普普塔塔，对我就特别会袂好。毋过受害者当然是伊啊，因为伊可能是追求讲伊表现拢诚好，追求伊拢无毋对，无做毋对。毋过对我来讲，我即摆就是想讲若伊无来找我，我毋是势头就较少啊，伊可能就会开始找我的同事。若有一天阮同事若先离开公司势头路，烦恼的当然就是伊啊，因为伊着爱面对面对我即个人，伊可能要甲我讲话，就开始诚痛苦，就亲像迄个处女座迄个同事，伊可能就是做爱做诚侪心理的建设，较有法度接近我然后甲我讲一寡工课上的代志。对我来讲，其实就真正无差，我就因为这就是心态问题啦。我其实是无追求讲，大家拢讲，你做甲诚好，你拢无问题，拢是这人哪会安尼？我无去追求即种物件。以早是有伫咧追求，毋过即摆就是看破。我即摆就是讲，伫咧公司嘛袂歹啦。虽然讲无甲大家诚好，有时阵嘛会想讲，有某物人啊，伊就做爱去别个同事诶遐去开讲啊。毋过我想想诶，我嘛对别人无遐好啊，无遐热情啊。我就咧逐工拢伫学台语尔，对势头嘛是讲。定定袂记啊，搁去问安尼，所以讲别人互相之间定定有伫遮熟诶人，当然就是会较有感情啦我其实我嘛无差，而且拄好我隔壁同事，我就定定甲伊开讲啊。我嘛是伫公司嘛是有一寡伴，毋是讲每一个拢。对我拢是大头母诶，我嘛无追求即种物件。颠倒若即个查某诶业务啊，伊若追求是安尼，追求讲大家拢讲伊诚好、诚厉害，伊若追求即种物件，伊看着我当然就痛苦，因为我就是一个污点嘛一个污点。所以讲，我只要想讲，别人较是受害者，对我来讲，无啥物差。我阁加学着一寡物件，我就会甲阮迄个台语伴的人讲啊，讲我就甲伊讲这经验啊，就是会当交流啊，所以讲。将这代志爱用转呢，这毋是讲，明明就是家己做伤心，像一支针给一直家己拄，一直家己拄，有时阵就讲我要放袂记，毋过阁诚无爽快，后回看着迄个人，又阁开始压起来，其实毋免，我著家己转一下，转一下就是讲。莫互伊这物件变尖，我有一个创造的能力，我想讲，这人其实较可怜啊，因为伊可怜的所在，
可能的所在是因为讲伊想要做甲诚好，要100分，每一人拢家学落。但是我的存在就是互伊变讲一个败笔，就伫遐嘛。这就一个事实。若讲伊要做好，伊阁做袂到。伊毋是讲迄种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可能就莫管别人管遐济。像阮迄台语盘内底有一个啊，伊嘛是讲较会要求别人，别人的观念安怎，伊就囥咧心肝底，讲这哪会使安尼？这种观念啊，伊哪会当安怎？伊就痛苦的来源拢是讲别人安怎？为虾米别人爱安怎想、安怎做？我即摆就会使学起来，就是讲，你爱过较好，过较好诶，爱放过家己，莫去管别人。别人我哪有法度去控制啦？伊就用一寡方式，就是讲，这人伊就对有意见，伊若起来，伊就会甲伊闪屏，讲莫甲伊，莫甲伊诚挖紧。其实，嘛是诚痛苦啊。就是讲，咱已经伫网络的世界，家己去找，嘛毋是讲像公司迄公司的同事，拢毋是家己紧的嘛，有一寡团体是因为兴趣，有兴趣，毋过阁因为某物人安怎，颠倒讲，互家己艰苦的人是诚完美的毋是讲这人啥物拢毋捌，啥物代志拢无做，即种你颠倒对伊袂讲有意见，颠倒是讲甲家己共款做热心的人。只是讲想法有淡薄仔无共，有一寡小小的错误，失甲插，家己就看甲足插目，都诚痛苦，就挂伫心肝顶头，毋免放过家己，放过别人，别人安怎想，其实我一开始嘛是安尼啊。若讲有人，就爱用华语来讲，其实我嘛是会念啦，我就咧心肝头念讲，你就来台语房啊，你阁一直讲华语安怎？毋过最近因为我嘛有去客话房间啦，我想讲我会当了解。客话房间你阁听无？你讲用客话讲，我是真正无伫练啦，因为嘛无练听，拢听无，去学就是对我来讲就较困难。所以讲，若今仔伫客语的房间，有可能我嘛是讲，会使用台语来讲无？嘛有可能安尼。所以讲，毋免讲去管别人啦。其实时间是家己安排，诚自由啊！我像讲，我若讲伫台语房啊，发现讲大家拢开始讲华语啊，我学无物件。我就紧去听紧去别位啊，无就去听一寡广告啊，会使做的代志足济啊。我无讲这我家己这人跳别地迄个房间啊，一定爱家听完才会当走，无安尼啊。无亲像讲上班有可能就是讲你就是爱。伫即个部门伫即个做即个工课，做即个事头，会拄着的人，就是你袂当控制。其实网络已经无即种问题，毋过人啊，就是会家己去找家己的麻烦，就是即个心的问题。即个心一直着。做歹毋是对方，毋是别人，毋是即个无讲道理的人，毋是，毋是讲找我麻烦的人，拢毋是。做歹是家己的心。我就讲，你会使不爱插伊，你偏偏去逐工去想，逐工伫遐艰苦，伫遐想讲我哪会遐可怜，伫遐七八屎，这就是
家己心的问题啊。啊，我嘛会使讲恁若安尼啊，不要紧，不要紧，拜拜。我嘛会使安尼啊。所以讲即马就是爱有安全感，安全感，爱有安全感。有安全感的意思就是讲，莫想讲，我以前想法当然讲我有拄着即个同事对我有意见伊会去甲别人学无？别个同事就想讲我这样哪会安尼遐过分？其实是误会因为阮同事无听我安怎讲拢听迄人安怎讲无就会想讲安尼。我会讲，因为伊会闪避嘛，变我做诶代志就做这一两项我未来讲无即种较失去我诶即种重要诶即个地位无？因为有一寡势头，伊可能就找别人做，我安怎做就是会晓迄几项。这是我以前想法，所以讲这想法就是对家己无安全感，对家己无安全感，所以无安全感的话，嘛无可能去学台语啦。我想讲学母语，无可能互你伫工课上变讲较有竞争力若是讲真正烦恼的人，对未来真无安全感，对家己无信任的人，就会去学一寡电视的物件，学一寡英文日文讲有机会可能会使去其他的公司无就会搁去读啥物研究所。但是我即摆想要换一个方式，莫讲定定拢伫烦恼未来，安尼烦恼未来嘛，无讲变搁较好。咱着爱去相信，有一寡人是会信上帝，讲上帝甲我做上好的安排。毋过我无伫信教嘛，我就是去学一寡赛事的物件来用嘛。我就会使想讲，我相信我家己毋只讲即马我看到的我家己，其实阁有做者我有一个我就是做有能力的伊是一个导演，伊嘛是编剧咱嘛知影嘛，咱嘛看讲真侪人伊可能敢若会晓一项代志，毋过伊就真快乐，而且嘛做安全的去度过伊的一生，度过伊的一生，嘛毋是讲嘛别讲你无竞争力啦，就食老的时阵就跳人石头咯。其实毋是讲敢若会晓一项代志的人会拄着即个代志，这无一定呢，无得开的代志。颠倒有人就啥物拢会晓足欠开。毋过伊就是会甲人去冲突。像阮的金主管就真明显阮金主管就是讲，啥物代志拢爱亲身去做，拢爱了解。照讲，伊是阮公司知影上侪系统的人，伊阁是阁会晓一寡语言嘛，写电视的语言有即个才调呢。毋过伊可能就是讲去换头路，换可能阁倒位白合，才白合还是安怎？有可能就是颠倒有才调的人伊变讲就是讲要退休的时阵颠倒无讲真平静就定定伫换头路，这嘛有可能所以讲咱
就定定跳迄人间咱咧社会观念跳骗去，就是讲你爱啥物拢会晓，学足侪物件，安尼你就袂失业，你就会使好好有一个年岁大诶时阵有好诶生活会当过。其实这无的确，当然嘛袂当讲啥物代志拢无想要学啊，就伫遐等啊。安尼嘛袂当啦，因为安尼就是辜负咱家己诶人生。就亲像讲有人缘嘛，因就是做愈侪，可能就是有死甲差诶机会，几率愈悬。变讲因就因为因边仔同事共期啊，拢无做代志，伊嘛歹势做，变讲就等老等下班，等退休，嘛有这可能。咱就莫安尼过人生，因为安尼过人生就变讲一工一工拢共款，咱定定就会去看是讲这人对，这人毋对，就会去看左右的这事件，就现伫剧情内底，安尼嘛无较快活。所以讲，我即摆就是爱培养我的安全感，毋是讲今仔我就是爱甲大家拢诚好，每一人拢讲这人袂歹，大头母拢学了，我未来较安全。其实这无的确，上重要是我这个心，这个心爱家己好好修炼，伊会当受伤，嘛会当讲甲人去冲突，但是我的心爱成长，爱有智慧，嘛爱相信讲我未来是诚好，诚好。所以讲，人讲信念创造咱的实相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有即个观念以后，我就知影讲，我会当控制我的人生，无亲像讲，社会上讲的讲你嘛毋知你未来变安怎，可能随时会出代志哦，所以你着爱紧传。变讲逐工拢过甲足惊吓的，逐工拢讲，着开始计较讲，为虾米某物人即个查某的业务拢会无介意我即个人，是毋是我即个人有问题？未来这代志会传出去无？就算无传出去，我若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我会使，我若搁去，我是毋是会拄着别人嘛有共款的问题？就真惊吓，想足济。其实毋免，我相信呢，我心内心有一个我，即个我就是一个导演的我，编剧的我，即个我呢，伊知影讲我无想要经验迄种，我是受害者，我做委屈，无就是爱对着一寡教训的人生，我无要安尼，我想要爱人生，我着家己去想。而且会实现，大家拢毋敢想讲，哎呀，莫安尼啦，想济，到时想的，代志阁袂当控制，有一种无力的感觉，这造成讲，咱人生就变讲，愈来愈悲惨，因为家己拢想讲，未来袂当控制，未来爱传几千万，就会烦恼钱啦，讲若要退休，就爱几千万。也袂啥物人有法度讲简单就开始就开始讲欠钱欠到几千万，拢无啊。就算你欠到几百万，就会开始讲几百万无够哦，爱2000万，2000万，永嘛无够啊！我即摆要做的就是讲，我逐工做的代志，我会
拍拼吼，我伫学物件，我家己感觉足重要，足有意义。我逐工做诶，我逐工进步诶代志是有意义诶，这是上重要诶代志。其实人真正会当选择，像阮以前诶同事，伊变一个编剧嘛伫写剧本，毋过伊诶心情都无遐开朗因为伊就是有想讲，希望伊诶作品会当替互人去做戏剧还是安怎会使互大家看到伊诶作品变讲伊若无实现，伊就会开始讲这人生怎会变化遐济遐无奈，伊就有一种无奈感觉。我就是有甲伊讲开讲，昨诶时阵，甲阮即个旧同事开讲，伊就想讲，我哪会去学台语啊？伊就无法度去理解，伊想讲学这创啥？伊希望讲，我若阁坚持去创作啊，写小说、写剧本啊，去学讲要安怎写剧本，安尼诚好啊。毋过，我就想想因为伊重视诶物件，当然就是伊即马伫咧拍拼，伫努力诶物件，就是写剧本、戏剧诶物件、创作诶物件。毋过对我来讲，我即摆重点呢，就是讲去好好学好台语毋免去问讲学这要创啥咱即个人生当中，诚侪这类诶问题啦。即摆就希望我家己会当放过我家己毋免阁用即个问题来一直问，安尼到底是要做还是无爱做你讲若讲去补习是补工课上爱物件，这应该就无问题啊。其实嘛毋是啊，电脑嘛是有诚侪不安诚侪即种毋知影家己学诶物件是讲投资是对还是毋对这颠倒讲嘿啦，颠倒讲你一直去想嘛无讲会使甲代志变甲做完美诶完满其实是无呢。因为烦恼会一件对一件来一直来所以讲我即摆就是放下烦恼以前咱的教育就是讲，你无去想无去烦恼一直逐工拢足欢喜的，拢无去想遐济会出代志老啊就发现讲会后悔这是咱以前的教育拢是安尼母甲大家拢诚紧张，这压力遐大逐工拢讲我要拍拼，毋过拍拼的时阵嘛毋知影家己的方向，还是讲家己拍拼的投资的物件是毋是有达着时机啊？是毋是都有即种对错的问题我即摆投资家己，但是投资即件代志即个能力是对还是毋对我是爱去开拓我的人脉我的人甲人的关系，还是讲我即摆去换头咯去实在诚侪人，还是安怎？就是讲代志无遐单纯，若毋是讲家己的兴趣的话若家己的兴趣就亲像讲学台语啊安怎学，就算以后认袂着就算未来会晓讲台语的人就无济啊你学这是要创啥嘛？无的确会当找着好的头路都毋免去想这，因为这若是家己的兴趣，我家己的兴趣我就重视这，我就好好去学学久，家己就知影讲
爱安怎做较会进步，免去想足济，搁来就是讲，所以讲，即摆我就是对家己的内心就是讲，我著安尼做，咱无去想足济烦恼，无去想足济烦恼，嘛毋是讲一种麻痹家己，嘛毋是安尼。有诶人会想讲，去想啊，实在是太痛苦了，著莫去想，著甲头壳放互空，戆安尼，著去做，著到安尼一直去做，苦苦啊做，莫去想，其实嘛毋是安尼。我即摆就是讲，随我内心，我著一个学台语诶冲动。去学诶时阵嘛是讲，虽然讲台语诶程度毋是讲诚好，毋过学诶时阵袂歹啊，我嘛会使识在一寡人啊，有时阵著听一寡台语啊，我就发觉讲上课诶时阵，有进步呢。其实就是这种过程，其实这就是一种过程。著毋免去想讲，有价值无？像我若写小说，我可能著迄个时阵还袂好好收我的心，著会想讲，大家创作拢希望讲，诚侪人看着，诚侪人学落。毋过这著变成一种痛苦的来源，著亲像讲。阮小说的社长啊，伊就是会去找人家画图嘛，画一寡翁仔，画甲袂歹。伊出册以后啊，伊迄翁仔伊就做一寡文创的商品，文创商品伊就有甲我推荐讲，你爱买无？我著想讲，毋免，毋是钱的问题，实在是无所在好囥。我著买册就好啊，册较细本，我著讲我毋爱。伊有可能就是厝内著诚侪囤诚侪物件，伊想要家己留做纪念。但是这你要印物件、做物件，著是爱有一个量嘛，上少爱有一个起码的即种数量，伊蹲伫厝嘛诚烦恼，而且嘛会学袂上啊。讲，其实你嘛无诚介意我的主角嘛，无你应该会想要买啊。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人伊就讲，我即摆实现我的梦想，我开始家己印家己的册摕来卖。伊阁有其他的烦恼，就会阁生一个接一个，拢一直生一直生，生团是烦恼伫生团。所以讲，毋是讲我今仔写小说，有人试赞以后，我的代志就解决啦。并无啦，就是阁一个会烦恼啊！你阁想要讲我要得奖啊！我想要去。家己印册、家己做册，有人会捧场无？我若讲小说诚侪人看，我就开始欣赏。有一个就是甲我有冤过家一个写小说的人啊。伊其实诚侪人看伊有一个小说，迄主角可能写甲袂歹。第一名，看的人会。排名，伊是第一名诚厉害。毋过伊嘛有讲过啊，伊讲伊嘛足想要家己印册出册，伊嘛足想要做即件代志。是毋是阁对一个烦恼，一个烦恼阁对来啊？伊甲我冤家嘛是伊的烦恼啊。其实大家看小说，大家我嘛毋是家己抢。其实这代志我想起来啊啦，这其实就是像我今仔的主题共款啊。对迄人来讲，我著做甲足超过的代志，足袂歹。明明伊写的主角是
我尔啊好咧，伊写诶歹人，我尔啊可哦，结果我去关心伊册内底写诶歹人，对主角就是拢无足关心，这就是伊诶角度。对我来讲，我已经是莫名其妙嘛，就是我想讲，奇怪嘛，无讲你写诶册无好啊，倒位有问题，我拢无讲啊。我只是讲，关心一个恁写诶册内底一个角色，这嘛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学乐嘛。虽然讲我可能迄时阵嘛想讲，有淡薄仔怨妒讲，这个人真好哦，有人会去看伊诶小说，我诶小说就较无人看，所以我会有一寡批啦，都毋是写甲真好真赞，有时阵会安尼写，有时阵就会挑工啦，会挑工讲即个歹人啊，我迄就计做毋知影伊是歹人，因为伊迄时阵还袂现形嘛吼。即摆伊迄时阵伊诶角色搁在第演好人嘛，毋过我就看会出来，毋过我就会讲假意真关心，其实嘛毋是假意啦，我就真正感觉讲伊即个歹人写甲上好，上有我诶缘。毋过我嘛知影讲，我若要安怎讲会想要对作者吼，对伊做家普普塔塔家顾虑着伊诶心情吼，上安全诶方式。当然就是讲，一直讲伊写诶主角诶好话嘛。毋过我著对主角无遐介意啊。所以讲，毋过安尼嘛无过分到倒位嘛，这嘛算是个人诶自由啊。我嘛无讲写甲足超过。伊搁掠狂，伊就对我就推散，这代志我都一直无法度甲伊放下。毋过我想想诶，这毋是都做亲像讲，我这几当我拄着这查甫诶业务共款哦，是共款诶道理呢。我嘛想讲以我诶角度，我嘛无做啥物代志嘛，你问问题我嘛甲你回答，我嘛无歹声扫啊，是因为讲我回答你会想讲伤啰嗦，伤安怎，保符合对方即个甲我有冲突即个人诶心意，有淡薄仔白白啦因为有人就是会去想讲我知影你介意啥物诶回答，所以讲较保守。我就较无我就想讲我就问问诶嘛，一概问问诶。毋过嘛是讲工课上诶代志啊，嘛是有符合这主题，只是较啰嗦淡薄啊。搁强调一寡有诶无诶，搁会较无重要诶物件。毋过这嘛无过分到倒位，是一模一样诶状况啊，就亲像迄个小说，甲我原价迄小说作者共款啊。我只是家己内底角色诶歹人，家己学落一个啊。我嘛无讲啥物做超过分诶代志，毋过就拄啊好，互因足生气诶。我想讲，其实因生气可能有伊诶原因，但是我著毋免去想这种嘛，因为头仔开始我著想讲，我是一个受害者。我明明无做啥物代志，搁家己听咯，结果伊安尼对我无客气，嘛是甲我封锁啊，有诶无诶，我著要好笑。我想讲，你是写小说诶人，有人去甲你看，甲你留话，毋是诚好吗？那你今仔甲我封锁是啥物人损失？我其实看你诶小说嘛是。所以讲发生啥物代志啊？这对方是对还是毋对？是啥物人做较对，做较毋对？这对错其实拢毋是重点，因为
以迄个人来讲啊，伊身躯边的朋友当然都有听伊的心声吼，知影讲啊，是我安尼做啊，会甲伊伤着，啊，伊就是会受伤嘛，啊，伊若受伤，当然有一个凶手嘛，凶手当然就是我嘛。虽然讲我可能嘛无做啥物，做啥物大代志是共人伤害的，但是因为伊着着伤啊。这代志其实就是讲，无法度有一个人去讲啥物判断啊，去做啥物法官拢无啊，就亲像台语判内底啊，有一个啊，伊嘛讲啊，因哪会使安尼讲吼？我嘛知影伊的毛病，就讲你莫管别人，你着管好你家己就好，去要求家己啊。你若一直爱看去干涉别人，别人嘛痛苦，你家己嘛痛苦啊，着变你拢是好人，毋过就是讲就是对大家拢无啥物好处，颠倒讲着颠倒讲拢有一个受伤的理由啊，受伤的机会啊，拢会靠伤，着像两个水蜜桃共款，囥斗阵啊，有一个较甜，有一个是水蜜桃，囥共一个盒仔内底，会靠伤。你嘛袂当讲水蜜桃是你的毋对啊，你着安尼遐软着，嘛袂当讲就是较甜的这个往来，往来是你的毋对啊，你哪会甜扣扣，你哪会有插？其实两个拢无毋对，两个拢是家己的形啊，两个拢生甲就是本来就生性就生安尼，所以讲。问题毋是讲有一个法官出来主持，迄拢无意义啊。因为伊身躯边人当然是对伊有感情就算讲看会出来讲你伤敏感啦，毋过嘛是甲伊安慰啊。所以讲人的世界就是安尼。我安怎做？我莫甲家己看做受害者，我一直有即个问题。阮翁讲啥，我嘛想讲阮翁遐歹，我是受害者。一直有即种受害者、被害者的心情，会变讲我会拄着即款代志愈来愈济。就人我嘛无安怎，伊就找我麻烦。我今仔讲，我若毋是受害者，伊较是受害者，伊损失诚大。我今仔开始，我就开始用即种心情去修炼。我毋是受害者，伊若是安尼，伊就无对啊，就我遐好诶人，伊安尼损失啦。伊减一个人去看伊小说呢，减一个人甲伊按起赞呢，就算看我嘛，啥物拢无做，伊嘛有迄点阅率啊，嘛有增加。结果伊甲我封锁，我当然我是有甲伊小说看煞，着迄个小说以后我哪有可能去看伊小说？而且伊封锁起来，我连看袂着，伊写啥物新的小说我嘛毋知影。伊毋是，伊较是受害者啊！伊就是讲，我用这种心情来看，我就无拢是别人受害。其实我无安怎啊！我足勇敢的，就是安尼。我会使有安全感。莫定定讲我安尼变安怎啦？我安尼安怎我爱改？当然，我若互别人受着伤害去管别人管伤济，互别人诚痛苦，这是真正爱改。但是有时阵就是讲往来甲水蜜桃囥做伙这问题这就莫用即种心情讲家己受委屈啦。安尼就是讲无看有开，无看有破，无看有透，智慧无增加。我即摆就是用智慧来解决一切问题啊，就是安尼。